阿 D 威石今日介紹一間冇招牌，但已經做咗差唔多60年歷史，第二代傳人嘅老字號豬雜粥檔，係響砵仙嘅地點咧，就位於之前介紹過一個珍姐咖喱生蝦麵入邊嘅其中一間檔口。咁啊個珍姐咖喱麵咧係早市噶，呢個豬雜粥咧係賣晏市嘅，重點每日賣2粒鐘嘅啫。呢度老細咧係保持用呢個炭火咧嚟煲粥噶啦，所以佢煲嘅粥咧有一定嘅火候。呢度除咗豬雜粥之外咧，仲有雞絲粥同埋皮蛋粥啦。不過好好奇嘅咧，佢嘅豬雜粥入邊咧係有雞絲嘅，所以我哋叫做一碗豬雜粥嚟食啦。入邊嘅料咧就有豬脷啦、豬心啦、粉腸、炸大腸啊同埋雞絲。同一般嘅豬雜粥唔一樣咧，佢呢度嘅豬雜粥咧係有豬脷嘅，好特別嘅一種食材。豬脷嘅口感咧比較嫩啦，跟住咬落去嘅時候咧比較有咬勁嘅，食落咧係幾特別嘅。但係呢度最重要嘅咧都係個炸大腸，佢哋嘅炸大腸咧炸到啱啱好啊！你咬落去嘅時候咧非常之酥脆，完全咧唔會好似明炸兔咁樣噶啦，非常之正。唯一可惜嘅咧就係佢粥底咧唔夠濃稠啦，比較稀一啲，但係味道食起嚟咧係幾唔錯嘅。呢碗豬雜粥1碗7蚊，嚟到砵仙嘅咧不妨嚟試試啦。我食嗰個，我哋下次見。